约瑟17岁，甲伊遐兄10甲过洋，伊是一个囡仔，甲伊的老爸会说伊僻来的囝、失败的囝常常做阵。约瑟将伊遐兄的歹品行，甲因老爸讲，以色列听约瑟看赢过，听伊的正囝，因为约瑟是伊年老死的，伊甲伊做一领彩色的衫。约瑟遐个兄看见老爸听约瑟过头伫听因，就怨恨约瑟，会甲伊讲和睦的话。18节，因远远看见伊，伊也未行到因遐，因就三甲计谋要害死伊。大家三甲讲，你看做梦的来啦！大家三甲讲，你看做梦的来啦！后来撒旦甲伊杀死，迄伫一个大井，才来讲有歹兽食伊。咱才看伊的梦将来怎样。28节，遐个米甸的生理人对遐过，伊的兄就甲约瑟对井内绑起来，将伊卖互以实玛利人，一到20个月，遐个人就带约瑟去埃及。牧师讲道，题目是做梦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你定定做眠梦吗？我会当讲，每一天暗时我拢会眠梦。有一个梦上接出现的，就是我会伫梦中走来走去，一直找便所。但是足害的是，当我伫梦中找到便所时，迄个便所毋是无门，就是歹去。所以伫梦中的我非常的着急。原来迄当时真实的我是想要去便所，但是我阁变单起床。有当时你嘛会出现伫我的梦中，所以若起床的时，我若会记你即个眠梦，我会甲你赖一下。看最近的你，敢有啥物特别的代志在发生？眠梦真正是真趣味的代志。伫咱困甲感觉一切无明的时，梦境的内容较真实到，互咱有当时会伫梦中流目屎。就伫迄种半眠梦、半清醒的中间，咱会去怀疑讲，到底这眠梦敢是真的，也是假的？所以，咱会放伫内心，不断伫遐思考，咱袂一个就讲出来。甚至有个人较迷信的，伊嘛去求神问卦，问梦讲会当知影即个梦的意义。所以，咱若看今仔日的主角约瑟，会感觉伊非常的奇怪，因为伊一梦就讲，并且连伊讲了伊的哥哥去配面，伊嘛毋管。第2摆做眠梦，伊嘛是一梦就讲。所以，一个遐尔爱眠梦、讲伊的梦的人，无怪伊阿兄讲伊是做梦的来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那个做梦大王，迄个真够做眠梦的来啊。迄毋是一种兄弟关系真好的一种伫遐来讲耍笑，迄是一种口说，就亲像咱会笑一个人讲，你即个迟到大王共款。因为约瑟迄2个梦，一听起来就是对伊阿兄非常不利。第1个梦就是因伫田里伫遐下五谷，10个阿兄所下的这五谷，拢用约瑟所害下败。第2个梦搁较过分，天顶毋若是10粒星，连太阳甲月亮嘛用伊下败。所以，当约瑟讲出这第2个眠梦的时，连伊的爸爸雅各嘛责备伊：你所梦见这个梦是怎样？总无我甲恁老母、你的兄弟拢要拍地拜你吗？但是兄弟姊妹，眠梦有啥物好通计较的啊？伊阿兄应该听听的，笑笑就过去啊吧？为什么要怨恨、怨妒伊咧？这是因为因听了。内心有数，因为伫古早时东方的文化，梦是神明向人启示的一种方法。所以，规段经文内面，伊虽然无甲咱讲即个梦，约瑟的梦是对上帝来，但是咱对这10个阿兄的反应，就是怨妒、怨恨，会当知影，因非常清楚明白这2个梦所带来的意思。因为一个梦有可能无准算，但是连续2个差不多内容的梦就真做印证。这2个梦的意思非常的明显，
就是讲约瑟会伫因的顶面成做因的王，所以当然这阿兄袂爽快啊！伫听见伊第一个梦的时，伊应约瑟讲：总无你真正要做阮的王吗？真正要管阮吗？所以咱看见约瑟这2摆的面梦，阿兄2摆的回应，拢是充满生气怨愤，并且圣经甲咱讲，因搁较怨恨伊。搁较怨恨伊，这表示进前已经有发生甚物款的代志，互因开始怨恨约瑟啊。所以然后对这2个梦了后，因搁较怨恨伊。咱会当对第2节到第4节，互咱看出一寡美感。而且讲约瑟17岁，甲伊遐个兄3甲顾羊，伊是一个囡仔，甲伊的老爸细姨撇拉的囝西帕的囝定定做阵。约瑟甲伊遐兄的歹品行，甲因老爸讲，但以色列听约瑟较赢过听伊的正囝，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生的，伊甲伊做一领彩色的衫。约瑟遐兄看见老爸听约瑟过头听因，就怨恨约瑟，袂甲伊讲和睦的话。约瑟是雅各第2个某，也就是雅各上爱的某拉结。伫伊真年老的时，替伊生的第1个后生。除了约瑟，即个拉结了后，佮生一个便雅悯，就死去啊。所以有可能是伊上爱的查某人所生的第1个后生。即个雅各对约瑟的疼，是超过第1个太太甲其他细姨所生的后生。但是因为雅各的偏心，互约瑟伫手足关系内面无受欢迎，甚至有解经学家讲，即个大某的囝挑故意将约瑟放伫遮女婢的囝的内面，互伊甲遮女婢的囝做伙，用安尼来降低伊的地位。另外，雅各互约瑟迄领彩色的衫，嘛带来遮兄弟对约瑟搁较大的怨恨，因为古早时的染料非常的珍贵，所以迄当时会当穿即种长甲手、长甲骹盘遐尔啊长彩色的衫，是一种尊贵的人所穿的衫。但是规家伙仔内面，竟然只有约瑟有安尼一领衫，所以咱会当想象。每一届当约瑟穿起迄领彩色的衫出现伫伊兄弟面前的时，就好亲像不断地提起这兄弟啊，只有我是老爸所疼的后生。因伫遐逐工看，袂怨恨吗？经文嘛甲咱讲，约瑟甲阿兄的关系无好的原因，嘛是因为伊会将阿兄的歹品行报互老爸知。我想咱若是伫厝里排行上大的，咱下面有小弟小妹，咱拢有共款的心情。这小弟小妹除了会晓哭以外，因有一项上厉害，就是真会晓做报马仔。这是每一个时代拢有的问题。因为我伫上山国小问这囡仔，因上讨厌因的小弟小妹，因为每一届拢甲爸爸妈妈打小报告。所以你会想讲，哎呀，这个约瑟那哈尔白目，袂晓看面色，黑白讲话，搁爱打小报告。但是咱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约瑟伊无藏伫内心，伊有啥就讲啥，是因为伊有一种真单纯的个性。另外，虽然伊是一个有钱人的后代，爸爸佫真疼伊，但是伊无利用爸爸的偏心。伊17岁嘛开始甲伊的阿兄伫遐来牧羊。伊虽然真爱做面梦，但是当伊的爸爸派伊去看阿兄甲遐个羊伫示剑迄个所在，敢有平安的时，伊嘛顺叹，伊马上会去。伫遐有一个问题就是，牧羊人四界找草仔、找水是非常普通的代志。为什么这个做老爸雅各袂放心伊的囝去到示剑迄个所在伫遐牧羊咧？因为伫今仔日咱看的是创世纪37章，伫创世纪34章有一个记载，就是约瑟的阿兄因为因的小妹蒂娜
互示剑人侮辱，所以因就用计谋杀死所有示剑人所有的查甫人，并且佫将因的牛羊所有的财产拢抢了了。所以即时雅各伊的后生去甲示剑迄个所在牧羊，就出现一种紧张。无怪即个做老爸的雅各袂放心，就派约瑟去查看。另外，咱对了后约瑟伊的一生，咱嘛会讲看见一个互上帝使用的人，一种真单纯的个性，一直伫伊的身躯顶拢无改变。亲像伊互主人的某陷害，互关伫监狱，伊嘛是安静囍伫监牢。伊替即个监牢内面这两个官解梦了后，即个人放出去，较袂记得伊，伊嘛无伫遐申诉。伊忘记，伊伫遐有梦，伊即个法老做一个面梦，讲即个埃及有即个法老做一个面梦，然后即个约瑟去替伊解梦。解梦的内容是啥？即个埃及会有7个好年冬，7个歹年冬。即个约瑟伊嘛照实讲呢，伊无亲像一寡奸臣报喜不报忧。最后法老高升伊的地位。伊嘛无趁机会伫遐歪歌，甚至了后，伊阿兄来埃及来买食物的时，虽然伊有淡薄手段互伊阿兄惊一条，但是最后伊是无顾伊宰相的尊严，伊伫埃及人的面前放声大哭，甲伊的遐兄弟来相认。所以咱会当讲，约瑟一直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接续落来故事，会互咱怀疑上帝为什么会互一个遐尔单纯少年人，甲17岁尔，伊会去拄着安尼代志？接续的经文甲咱讲，因远远看见伊，伊还袂行到遐，因就三角计谋要害死伊。他去三角讲：“你看做梦的来啊！后来咱互伊抬，来甲伊抬死，迄伫一个大井。”才来讲有歹受食伊，咱才看伊的梦将来怎样？为什么约瑟阿兄远远会当看见伊，会当行过来咧？因为约瑟迄领彩色的衫，伫旷野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一看就想着老爸的偏心，佮想着约瑟迄两个梦，才阿兄举起来啊！特别现在，因是伫示剑即个所在。示剑即个所在是以前因屠杀示剑人的所在，所以对因来讲，要杀死家己的小弟，嘛毋是什么困难的代志。但是就伫即时，上年长的阿兄鲁便出声，咱毋通害伊的性命，并且即个阿兄佫提议讲，毋通互伊老伙，甲伊ฮ็伫旷野的大井，毋通下手害伊。看起来，即阿兄真有情。想要保护小弟的性命，但是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鲁便伊想要救即个约瑟，毋是因为兄弟仔情，是因为要互约瑟倒去伊的老爸遐。这是因为伫创世纪35章嘛发生一个代志，就是鲁便甲伊的老爸雅各的细姨毕拉发生无正常的关系，所以这互雅各非常的生气。所以现在鲁便要救约瑟，是因为伊想要稳调家己大囝的位置，无毋茫讲，佮即件代志，互伊的老爸来生气得罪伊的老爸。所以咱看后来经文，当伊转来发现约瑟竟然互伊其他兄弟用20块银卖互以实玛利人了后，约瑟无伫大井内面，鲁便无问讲小弟伫倒位。伊马上的反应是啥？囡仔无去啊！我咧，我要倒落去咧。伊想的是家己，可见伊迄当时烦恼的毋是约瑟无去啊，嘛毋是雅各会怎样，是伊做一个大囝，爱为着小弟的性命负责任，并且嘛有可能因为安尼来失去大囝的位。伫即段经文中间，37章的中间真有意思的是，面对突然间的造物，咱竟然伫37章无看见约瑟
互伊的阿兄等伫大井内面，伊的反应，迄若是咱一定伫遐哭，一定伫遐求。但是咱若搁去看创世纪42章，当约瑟遐阿兄徛伫正做宰相的约瑟面前，当然因无认得即个宰相就是约瑟。这阿兄伫遐讲起，搁一摆讲起因真正所做即件代志的时，因伫遐是用希伯来话伫遐讲，因讲咱对伫咱的小弟实在有罪啊！伊哀求咱的事，咱看见伊内心的艰苦，也毋肯听伊，所以即场的苦难临到咱啊！所以咱会当知影，约瑟互伊的阿兄等伫井里，互袂起以实玛利的人的手头的时，伊是不断伫遐哀求，可能伫遐哭伫遐哀求，但是这阿兄咧，看甲看袂得，听嘛毋肯软心，所以看到这会互咱感觉非常不平。为什么一个遐尔单纯正直的人，会拄着遐尔大的背叛、遐尔大的伤害？上帝啊，你是伫倒落？上帝啊，你为什么无出手？就亲像咱伫拄着苦难的时，咱嘛是安尼哀叫。上帝啊，为什么这个代志会临到我咧？但是约瑟故事互咱看到，这个答案无法度马上显明。因为约瑟17岁封闭，到伊伫埃及正做宰相的时是30岁，佮经过7年的好年冬，7年的歹年冬，所以约瑟甲伊的阿兄搁一届见面，至少是28年了后的代志。兄弟姊妹，伫这将近30年的时间，连约瑟伊家己嘛无法度测度上帝计划。因为在地伊看迄当时是苦难，但是伊无想到，这是伊拯救伊全家非常重要的关键。兄弟姊妹，咱嘛永远无法度测度上帝的计划，但是安尼咱要安怎咧？咱来学习保持单纯顺服。但是我想，伫即个时代讲单纯会互人笑。即个时代，你讲单纯，就会安怎？会吃亏嘛？但是咱看见上帝所拣选的罗卜，就是会拄着这个代志。毋若是约瑟，咱看了后，摩西、以利亚到耶稣，圣经这个人物，互咱看见，无论这人安怎做，拢会招来人的怨恨。所以，就亲像箴言所讲。爱害人的怨恨完全的人，行正直的人是歹人所怨恨的，这一定是会发生的。上帝所拣选的囝儿，行上帝心意的囝儿，一定会受到人的怨恨。但是咱毋免心怀不平，因为咱嘛看见上帝引带。甲落尾上帝祝福是超越人的想象，所以伫世间，咱虽然无法度来改变即个世间的歹，但是伫即个歹的环境内面，咱会当倚靠主的气力，就亲像罗马书第12章21节所讲：无得互歹较赢，就用好较赢歹。咱用安尼继续来为主保持单纯顺服的心，因为咱相信上帝伫安静的所在嘛伫做工。上帝毋是无看见，是个时间还袂到。伫即章经文内面，约瑟这两个梦真明显是对上帝来的启示。上帝照着梦来显明，伊要对雅各一家，甚至是全以色列民族的心意。伫即章内面，梦这个字，梦代表上帝的旨意。这个字的名词，伫即章拢总出现7摆。另外，代表人的计谋、人的诡计的搭子，拄啊好嘛出现7摆。所以伫遮咱看见，虽然伫第37章，咱看见上帝的旨意甲人的计谋，敢若形成一个真强烈的对比。甚至人看起来敢若赢，人的诡计赢过上帝旨意。
人想讲家己足厉害的，但是人伫暗中假冒。上帝旨意虽然看起来无出声，但是咱看见上帝旨意悠远的运行。另外有一个字“看”，嘛伫即章出现几啊摆，其中有5摆是出现伫约瑟伫伊阿兄伫解说伊梦的内容的时所讲的。所以这嘛是圣经作者留互咱的线索，提醒咱毋通因为迄是梦就看轻伊、忽略伊，爱对约瑟的梦来看出上帝旨意。所以伫规个37章的中间，上帝完全无出声，看起来人的计谋成功伫执行，看见正直的人受了迫害。但是约瑟的遭遇，实在是上帝已经开始互实现伊互阿伯拉罕的应允。伊互阿伯拉罕什么款的应允呢？就是阿伯拉罕的后代要成做大国。阿伯拉罕的后裔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济，所以虽然即时看起来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是一个少年人的悲剧，但是咱看见约瑟的性命得到保存，然后伊去到埃及，并且照着伊大身去到埃及，最后以色列人拢煞去埃及，因渡过迄个大饥荒，然后经历出埃及。最后，以色列人去到上帝应允的迦南地。所以37章毋那是约瑟伊遭遇困难的故事，37章实在是以色列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要伫遐尔黑暗、安静的内面，看见上帝的旨意伫运行，实在非常的困难。毋过，咱千万毋通互魔鬼用安尼的机会来暗藏咱的目睭，来抢夺咱的心思意念。因为对今仔日即个故事，咱嘛看见上帝旨意永远悬过人的计谋，甚至人伫遐多无半步，想讲真厉害的步数，竟然嘛伫上帝大计划中间。所以约瑟故事会当讲是咱伫即个世间行伫上帝路的顶面一个真好学习提醒的一个模范。因为约瑟伫困难内面，伊无质疑上帝，伊无怀疑上帝，伊互高升地位的时，伊嘛无骄傲。会当讲伊伫任何环境，伊拢保持正直。所以咱看创世纪的作者对约瑟完全无负面的批评，甲任何怀疑。所以约瑟嘛，互人认为是旧约的内面有标耶稣的一个人物。所以伫遮嘛，搁一摆证明旧约甲新约是有关系的。所以咱兄弟姊妹袂当讲旧约是以色列人的，我读新约就好。旧约甲新约是有关系的。因为旧约的经文拢是指引新约的耶稣基督，就亲像保罗所讲，论即个教大声讲论要教伫恁的恩，遐的先知也互群群查考讲究，基督的神点伫因的，大声干净基督所拄着的艰苦，甲后来才会荣光，因查考神所指明的是甚物期，也是甚物款式的期。所以，咱即马来看讲约瑟，旧约约瑟，为虾米讲是新约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甲耶稣的出世拢是神迹。伊约瑟的老母拉结原本嘛生袂出囡仔，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是对圣神投胎。另外，约瑟甲耶稣拢是老爸所欢喜的。伫耶稣受洗的迄天，有啥对天顶来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甲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拢是30岁。约瑟互伊的兄弟万分，耶稣嘛互本国人，特别是即个宗教的领袖所万分。因两个人拢是互出卖，因两个人受迫害，拢无出声。约瑟互伊主人的太太引诱，耶稣伫旷野互魔鬼试探。
约瑟迄领彩色的衫，最后互伊兄弟摕去染被。耶稣伫十字架顶所穿的迄领染被的衫，最后嘛互拆做几啊块。约瑟甲伊的兄弟分开将近30年，耶稣甲军队伊的人分开到呾，直到伊过来。约瑟奉卖到埃及，即个埃及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一个绝望黑暗的惨景。咱知耶稣死嘛，互带入去迄个黑暗的坟墓。约瑟受提拔到一人以下万人以上的安尼地位。咱看见耶稣基督虽然伊是神，但是伊顺坦上帝旨意，谦卑顺服到死。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赏赐伊迄个名满过伫万名的顶面的。或记若伫天、伫地、甲伫地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有毋拜伊，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伫上帝。约瑟甲耶稣拢是食面的来源。约瑟被办这牛食，互埃及无互饥荒来灭无。甚至天的真侪人捌来伊来买物件食。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重。”约瑟甲耶稣拢是和平的使者。约瑟伊最后原谅伊遮阿兄，并且劝因讲：“恁毋通过去所做的来艰苦。”约瑟接纳因，并且安置因规家伫埃及上好的所在伫遐生活。咱看见耶稣伫十字架顶嘛赦免遐个无知的人，爸也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耶稣用伊的身躯甲伊的保护，促进和平，恢复人甲上帝、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最后，约瑟嘛成做伊的家庭甲以色列民族的救星，保存伊的性命。咱嘛相信耶稣会死甲阁活，嘛要拯救所有愿意相信、愿意跟地的人，互咱会当脱出迄个黑暗的交界。兄弟姊妹，创世纪非常的有趣味。咱看见创世纪，特别是约瑟的故事，非常的戏剧化，并且咱嘛是咱中间真侪人自细汉听到大汉的安尼一个故事。但是一句其中所蕴藏的、所有表的。伫咱即个时代，已经完全透开，已经完全指明，互咱看见上帝计划。伫黑暗的世代嘛，共款的运行。所以，望兄弟姊妹，毋通互你眼前的困难所打败，因为主永远在掌权。透过以前的故事，透过咱以前所度过的代志，咱相信主永远在掌权。咱会当做的是啥？单纯的倚靠，互耶稣伫咱的内面帮助咱有气力、有信心，会当来面对一切的灾厄。咱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透过约瑟的故事，互阮看出上帝你的旨意。无论伫甚物款的环境，拢伫运行，甚至伫真黑暗、阮无法度明白的环境的中间，也是伫运行。主，恳求你开阮信心的目睭。互阮看出主你伫引带，互阮无因为眼前的困难就失去信心，互阮会当永远单纯仰望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